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18岁姓赖的高中生，甲姓夏的地政署助理登记同性恋结婚了后坠楼死亡。这个案件有上新的进展，法医高大成有一个病患传消息给伊，讲应该嘛要调查姓夏的这个男子的哥哥，因为命案发生的同港早起10点。 姓夏的哥哥接到电话，讲厝内底有要紧的代志爱请假，人就离开公司。高中生是伫咧11点02分来坠楼，这前后的时间点是真晚近，而且命案发生的真一暝。这个姓夏的哥哥嘛，疑似有带女朋友到案发的大楼，一直到深夜12点才来离开。这个当中是毋是有啥物款的牵碍甲缺这个曲折？律师讲爱搁进一步来了解。 有患者团电子配合法医高大成讲，处理过后高中生命案，敢有闹到一个人，就是夏先生阿兄。因为这个患者听朋友讲，发生命案迄天，夏先生阿兄嘛甲公司请假。那实地查证呢，这个夏男的哥哥呢是在台中工业区的某间工厂上班。案发当天早上10点半，他突然接到了电话，然后呢就跟公司说他家里发生事情了，需要请假。接着人就不知道跑去哪里。迄天高中生为楼顶坐落来，时间点是11点02分。 夏先生阿兄伫咧半点钟进前，形容讲厝内有代志要请假，而且是真一暝。夏先生阿兄就带女朋友到案发大楼，直到半暝12点才离开。这个患者就质疑，哪会遮尔拄啊好？佮讲家己的朋友和夏先生阿兄拢伫咧共一间油压零件工厂做，即摆公司内部员工嘛已经开始伫咧起起楚楚。哥哥是不是在我们里面工作啊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你们里面有姓夏的吗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这间公司很多人是不是？对啊。 员工拢真热贴，无愿意说明夏先生阿兄到底是接到谁的电话去处理什么代志。案发的时阵，人敢有伫咧现场？律师讲，会厘清和案件敢有关系。即摆经先和罗妈妈向电医提起高中生和夏先生的婚姻是无效的。卖甲最近伫咧尸体顶找到新的疑点，来甲检察官申请调查新证据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 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